今日在座嘅每一位都係塑造未來棟樑嘅關鍵力量。喺呢個不斷轉變嘅大環境中，我哋以科技為翼，人民為舵，為下一代建構健康持久嘅成長生態。好高興出席育幼同行共創未來嘅研討會，今年係香港保護兒童會嘅100週年。另一個咧，亦都係緊扣住目前社會喺育幼兒童方面嘅關心嘅事項咧，多啲獻出你哋嘅想法啦嚇，亦都可以展示育幼方面咧好嘅做法。呢個我哋都好期待。喺呢度咧，我都祝願今日研討會咧取得圓滿成功。多謝各位。